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今日呢一條片就同大家拆解最近港股半新股嘅解禁潮，話俾你知有邊一啲股份將會係解禁。最近嘅新聞，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啦。7月呢將會迎嚟史上最大嘅單月解禁潮，估計呢喺7月呢一個月份呢就會至少有2550億港元嘅股份解禁。好快咁同大家講下解禁期嘅定義先。咁主要咧分為兩類，第一類咧係6個月嘅鎖定期，解禁嘅對象會係基石投資者，即係 Cornerstone Investor。第二類咧就會係12個月嘅鎖定期，主要嘅對象就係控股股東嘅首階段解禁，同埋一啲 Pre-IPO 嘅股東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講返嚟緊會解禁嘅股份。咁我包括嘅日期咧就會由6月25號至到7月31號。畫面所見嘅按盤價咧，其實就係6月24號嘅收市價。咁喺6月25號解禁嘅有曹操出行，6月26解禁嘅有聖貝拉，呢兩隻咧都係已經跌穿招股價嘅。累積升跌咧就係以呢一隻股份嘅招股價同6月24號嘅收市價作對比。26號解禁嘅仲有周六福同埋永通控股，不過永通咧就停緊牌。至於30號咧就有林清軒解禁，呢三隻都係跌穿咗招股價嘅。30號解禁嘅仲有美聯股份同埋而家熱炒緊嘅3317順策。要注意嘅係順策啊，因為佢嘅累積升幅咧係超過1倍噶。繼續都係6月30號解禁有英直智能同埋昂安機械人。咁留意返英直智能嘅累積升幅咧係有75% 以上噶。繼續呢三隻都係6月30解禁，有泰德醫藥、IFBH 椰子水同埋雲之星，呢三隻咧就全部都係跌穿招股價嘅。跟住嚟到7月解禁嘅股份，2號有6082碧印科技，呢一隻係升咗2倍有多啊。到3號就有撥康視雲，7號有富衛集團。7月8號同埋9號就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有3隻熱門嘅新股，包括智普、天數智深同埋 Minimax， 呢三隻咧全部都係有超大嘅升幅嘅。9號解禁嘅仲有晶峰醫療同埋瑞博生物，不過呢兩隻咧就係跌破咗招股價嘅。7月9號仲有兩隻，包括極致家同埋大眾口腔，不過呢兩隻咧都跌破招股價嘅。至於7月10號咧，仲有一隻金尋資源，呢一隻咧都係跌破招股價嘅。12號咧就仲有豪威集團，到13號咧就特別注意啦，因為有紅星冷鏈同埋熱爆嘅兆易創新，兆易創新咧係升咗5倍幾噶。13號仲有一隻 BBSB International， 22號有龍旗科技，25號有維立智博。呢隻 B 仔股。7月28號有明明很忙，7月31號就有明略科技。咁注意返呢兩隻咧都有顯著嘅升幅嘅。最後同大家講下投資者應對策略。如果你手上嘅股份係 AI 熱炒股，升幅巨大，但係仲未有基本嘅盈利，咁呢啲就會相對高危。另外，如果你嘅股份市價係低過招股價，咁就相對安全。最後仲要密切監察住解禁日同埋隨後幾個交易日有冇特大嘅成交量，咁呢啲都可能係大股東或者機構投資者嘅出貨信號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俾個 like 我，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。